播放还有那个一些的，那个没有事情，没有事情，它上面会显出来。喂。适应一下。你到这一页之后，你它除了前面有画页的这个，播到下一页，再按一下它就会切掉。然后我们成为家的，因为它没有档案，所以这个遇到然后这里有一个显示设定，上面有一个东西，然后它会闪，然后没闪，没看。讲台试一下，讲台试一下。这个出现之后，讲台试一下。试音，有开吗？喂，试音，喂，1、2、3。有，可以。1、2、3，1、2、3、4、5、6、7、8、9、10，可以啊。好，四会这边可以。喂。可以，好。喂。因为它这个，它其实要找它够，没关系，就走这一页，这一页。一起来拍手。然后再来这边因为流畅上面会跑到，然后如果你要从头到尾都在。这一首的前面有一点短短的那个前奏。
因为我直接一直播到这一首，他到下一次，他下一首我可以。这个只有在布道所才会碰到，因为我现在在大堂会有没有事情，放音乐，放音乐，以前都是清场面，那发音的人要准啊，发音的人要准，不好准。好，好，弟兄姊妹，我们在5分钟，我们要开始今天的礼拜，请我们预备心，我们一起来做礼拜前的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把今天早上的崇拜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虽然今天有许多的欠缺的地方，但是主，我们也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被你大大的充满，并且能够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掌管我们的一切，无论器械，无论我们的设备，所有的人员，所有的事物，都是主你所掌管的。谢谢主恩待我们，一切都能够顺利的进行完成，也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护卫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有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大得蒙恩，我们的身体都强壮健康，愿将平安赏赐我们，祝福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十分的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做今天的礼拜。我现在发现这个很好看，我已经看不到，这看不到，上面这个字有时候看不到。啊，对，这已经换过了，多焦的，换过多焦，可能在加深，可能。
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安静心来准备今天的主日崇拜。我们一起轻颂主在圣殿中。请听神的话语，诗篇28篇第8到第9节。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今天是圣灵降临第2个主日，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整个的崇拜的流程。圣灵降临日是犹太人五旬节演变而来，在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所在的圣灵降临在使徒的身上，就是发生在五旬节的当日。因此，教会后来将这一天称为圣灵降临日。时至今日呢，圣灵降临之后，可以说是教会的一个诞生。求主带领我们教会能够与神同在，将福音勇敢地传出去。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
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第42篇，由我来攻读。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42篇，由我来为大家攻读。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渴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的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颂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萨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我要对上帝，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应当仰望上帝，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祷告，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区教区祷告，为城中教会邱太耀牧师以及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神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我们也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我们更为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
愿主赐平安，工作顺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弟兄姐妹，今天的经课有2处，第一处在王上19章1到15节，第二处是加拉太书第3章23节到29节，由我来为大家攻读。王上19章1到15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1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呀，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生于我的列祖。我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2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第15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膏哈薛做亚兰王。第2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3章23到29节。
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了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接下来，我们来读经，《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由我来诵读。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享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刮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呀，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兄弟，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了，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接下来以下的时间，我们请蔡一文蔡牧师为我们来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的证道主题是“生命是永恒的”。蔡牧师，请。平安。谢主带领我们在主日，我们同心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赞美，在主你所定的圣日，主啊，我们一起同心的敬拜，求主赐下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好叫我们在主日当中领受主您的恩典，我们将荣耀、赞美都归给主。求圣灵引领，求主赐福。这样的祷告、仰望、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弟兄姐妹大家都好吗？平安喜乐。在上个月5月20号的上午，我跟师母都在家里面那师母突然接到过去在小港教会一位青年黄弟兄打来的电话，我们才知道他的奶奶就在昨晚，也就是5月19号礼拜四晚上吸了一生的劳苦，安息主怀，一生的年日有81岁。隔天上午，我跟师母就到小港的家中去看望黄爷爷和家属们，求主赐下安慰的灵安慰家属的心。而这一次特别的是，黄奶奶她生前就有交代，要请我来主持丧礼。我求主来带领。黄奶奶她已经决志信主了，并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感谢主，她已经得着永恒的生命了。其实我们人有一天都会死亡，你我都一样，只是时间早晚而已，都在上帝的手中。但你有没有想过，死了你要去哪里呢？不是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或者有人说一死百了，甚至有人说把不可告人的秘密带入坟墓里去。不，我们可以到上帝那里去。不过，你有这样的确信吗？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则比喻，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它是财主和拉撒路的一个比喻。我们看到了一个奢华宴乐的妇人，和一个贫病交加的乞丐不但生前出现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态，连死后的际遇也完全相反。更妙的是，在这比喻里面，也将活在世上和死后的一个际遇呈现出完全相反的一个景象。耶稣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比喻，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听的人很快的就会明白他所讲的意思。而面对今天的基督教会，特别牧师传道人来说，怎样应用今天社会生活里面的经验作为题材，和圣经的教导连接在一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而且我们都要一起来学习。那今天让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内容路加福音第16章我们看前3节，可以看得清楚吗？我们再一起来读好不好？19节到21节再一起来读。来，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位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好，前3节。这一段比喻是路加福音特有的资料，是一则耶稣所设的比喻。作者路加笔下的耶稣对社会的边缘人非常的关心，而在这比喻你也可以看出，耶稣重视那些在社会上经常被人所忽略的乞丐。在他的比喻中，他们反而比财主更有机会进入上帝的乐园里面。前3节描写财主跟乞丐拉撒路在生活上强烈的对比。强烈的对比。财主每天过着奢华宴乐的生活，穿的是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这是非常重要的词句，在圣经时代，紫色染料是很难取得的。
那需要潜水到深海去捞那个海螺，海螺，捞起来的海螺离开水面后，海水后就很痛苦的吐出唾液，这时候赶紧将沙丝等布料加上海螺的唾液来搅拌，这些布料就很快的就染成了紫色。到海底去捞海螺是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因此为了取得海底贝螺这种特殊的染料，许多王公贵族、富豪、商贾会养许多的奴隶，要下海去捞那个贝螺。不少的奴隶因不慎潜水的痛苦而死去。刚才讲的细麻布，是当时中东地带最出名的埃及的布料，非常的高贵。乞丐，我们单从他的名字来看来就很特别，拉撒路，拉撒路这个名字就是上帝怜悯保佑的一个意思，但是他却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依靠别人将他带到财主的家门口，才能够捡拾桌子上掉下来的食物来充饥，但是狗也会来跟他来抢夺。乞丐拉撒路，这表示他已经是虚弱到连赶狗的力气都没有了，甚至狗也会来舔他身上的疮。说白了，这就是与狗为伍的共生，而狗在犹太社会里面是看为不洁、肮脏的一个动物的。要注意的是第21节这里，这里说到乞丐在财主家门口捡拾，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这并不是说乞丐拉撒路就是坐在财主他的桌子底下，而是说财主吃过剩下的不要的东西，会丢弃到外面去喂狗，或者知道乞丐在外面等候他的施舍，他将他丢到门外给乞丐，给乞丐。而另一种解释里面，这个财主在吃佳肴的时候，往往用手去把肉拿起来撕开来吃，因为犹太人他们留的胡须，吃肉的时候很容易就胡须沾满了这些油渍，这时候财主会拿起面包来擦拭手上的跟胡须上面的油渍，然后将这块油渍的面包就丢给外面的乞丐或者狗吃。好，接下来我们再读一下22到24节，22到24节。好，来请。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刚才读的经文很重要，说到后来那讨饭的死了，拉撒路死了，财主也死了。但拉撒路是被天使接到什么呀？亚伯拉罕的身边，在天堂里享受，而财主呢，却下到阴间，在那里痛苦煎熬。这说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生前和死后的境界大不相同。这里用亚伯拉罕，死后的境界大不相同。看到这只是一个想象的参考就好了参考就好了生前死后境界是大不相同的这里用亚伯拉罕，表示那举办天国宴席的地方是非常喜乐的境界喜乐的境界。
也是犹太人最向往时候能去的地方，啊，天国的宴席，啊，所以这里在马太福音8章11节这边有讲到，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我看到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啊一同坐席啊。那这位财主在阴间非常的痛苦，当他看到生前所认识的乞丐拉撒路，却在亚伯拉罕的身边，感觉到应该是非常不是滋味啊。因为拉撒路生前就是在他家门口捡拾他不要吃的丢弃的食物，现在反而是财主自己在阴间的火焰中受苦，火焰中受苦，需要祈求祖宗亚伯拉罕差遣拉撒路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生前和死后的境遇竟然相差那么大。这让我们仔细想一想，这3节带过来的一个实况里面，我会想到路加福音第1章51到53节这里是特别提到玛利亚的尊属颂里面的诗歌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他用膀臂施警自然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这诗歌正好回应了这是玛利亚的尊主颂在路加福音1章那个地方所提到的。那这诗歌正好回应了路加福音作者所传递的上帝的信息，要透过耶稣的降生，要让那些生活中被忽略的，甚至被迫害欺压的，而使生命陷于困苦中的人，能够得着释放和拯救。接下来25到26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来，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这2节说出亚伯拉罕所代表的天国欢乐之处，而阴间痛苦的所在，两者之间有极大的距离鸿沟，根本就无法互通。其实亚伯拉罕要这位财主好好回想一下生前他所作所为。他指出财主生前的享乐，就像第19节刚才读的第19节，天天奢华宴乐，如今换来的是痛苦。相对于拉撒路生前是受尽痛苦，现在却可以得到安慰。接下来27到29节，这是阴间跟天堂的一个分别参考。好，27到29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来，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好，当财主听到了亚伯拉罕这样说之后，他想，既然无法跟拉撒路的天国路相通，只好退而求其次。或许这是一个机会，也是请求拉撒路去他父亲的家，因为他家还有5个兄弟，跟他在世的生活形态是相同的。希望拉撒路
去警告他们。这位财主会向亚伯拉罕提出这样的建议，大概有2个原因啊。一个是他家里的人都认识拉撒路，因为每天都到他家门口报道啊。那甚至他们都可能戏弄过这可怜的乞丐拉撒路也说不定啊。第二个，他的兄弟一定是跟他过去生活一样，每个人过的奢侈糜烂的生活。他希望他的弟兄能够赶紧改正过来，才不会像他一样在阴间如此的凄惨。但是亚伯拉罕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告诉这位阴间受苦的财主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在路加福音16章16节这边有讲到，我们一起来读来，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上帝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那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就是以摩西律法跟先知的文献为代表，因此在这里亚伯拉罕说，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指的圣经的意思圣经的意思。那亚伯拉罕的意思是说，只要这个财主5个兄弟都能够知道读圣经，圣经的话很自然会向他提出警告。知道读圣经，向他们提出警告。所以，其实这篇财主跟亚伯拉罕的一个那个拉撒路的一个比喻另外一个主题讲题也可以讲到这个从地狱来的警告，从地狱来的警告。最后2节我们一起把它读完最后2节30到31。来，他说：“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位财主一听，随即回应亚伯拉罕说：“他认为单单读圣经是不够的。单单读圣经是不够的吗？”有一次，有一个演艺界有一个基督徒他过世了那当然基督徒我们举办基督教的仪式，一个基督教一个演艺工会的一个理事长，很有名的一个人。那他就说了他不是基督徒，他就说的，用基督教仪式够吗？要不要来一群诵经的人来给他加持一下？我想这是世人的想法，想要帮忙，让我们有上帝就足够了。所以他觉得他的兄弟若是见到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去找他们，他们才会相信拉撒路警告都是真的，这样他们就会悔改了。从死里复活是多么大的伟大的神迹！这个财主就是期盼这么伟大的神迹的出现，所以我们的想法也是这个样子。犹太人是看神迹的，神迹的出现，神迹的出现真的会让人能够悔改信主吗？不尽的，不尽然。好像看到这么大的神迹之后，就会惊叹，会顺服，这样比较容易让他的兄弟悔改过来。但亚伯拉罕却不这样认为，说了今天31节说的，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语，它表明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基本的认识。如果连圣经都不读，要想要了解神迹，真的是很困难的。或许可以这样说，会听圣经的话，就是会听上帝的话，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如果连上帝的话语都不听不看，
那即使看到了死里复活伟大的神迹，又怎么能够明白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31节啊。今天我们这一段的比喻，我们来想想啊，有4点啊，我们来想一想。那我们想一想，这时候读的这段经文所带来的信息的应用如果连圣经上帝的话都不想听，也不想学，却想要进入上帝的国度，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情。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回答这位财主的要求，说他的兄弟在世上，29节，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就让他的兄弟去听摩西和先知的话的警告吧。所谓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前面说过的旧约圣经那亚伯拉罕清楚知道一个重要的认知，只要他的兄弟愿意去听拉比的教导，认真的学习认识圣经的话语，他们一定会改变生活态度，不会也不敢像这个财主生前那样天天奢华宴乐的。圣经一再教导我们，上帝赏赐我们富足，并不是要我们图谋自我享受，而是要借着我们让穷困的人得着照顾，要使别人因着我们的缘故得着福气。一个会重视圣经、上帝话语的人，一定会随时注意怎样将圣经的教导实践出来，因为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生命跟上帝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葡萄跟枝子葡萄树的关系，这是一种生命的连结生命的连结。当然，上帝的话我们去读，而且要在生活里面去实践出来这要完整的，而不是只是看一下，看知道就好了，但有没有去把它行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的一点，这才是连结。通往上帝国的路是没有捷径可循的，唯有一条路，就是回到圣经里面来认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我们必须很严肃的被提醒被提醒。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不会注意，或者不想去认清圣经所告诉我们天上的国度的事情，而却期待死后能回到上帝的国度去，那是非常遥远并且奢求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他留下这本圣经里面，就是让我们从借着圣经里面来知道天上的事情，以及我们跟主的一个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世上人间的景况和上帝国度并不相等，因为上帝的看法跟世人的价值观是相差很大的。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不能用人间的标准来看天上的事情，这不会相等的，因为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鸿沟也就是深渊，将天上和地下地上隔开来，这两者之间完全不能够互通。这个比喻谈到财主在世上确实很享受到连安息日都忘记了，所以耶稣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在19节里面，天天。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7日的安息日需要休息，要来敬拜上帝。而这位财主并不是这样，是天天奢华宴乐的生活。说穿了，在他心里面根本不会有上帝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当他看见亚伯拉罕和乞丐拉撒路在天上的时候，才想起拉撒路以前每天在他门口乞食，而他都常常拿不吃或丢弃的食物给他。因此，他向亚伯拉罕祈求，是否能够差派拉撒路用手指尖蘸点水来量他干渴非常痛苦的舌头，但是却无法如愿。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来了解，这位财主
和他的家人根本不关心天上的事，很可能连死这件事情都未曾想过。他们只想要过着怎样富裕的一个生活。我看到尽都是眼前那诱人眼目的东西，但现在死后，他连想要一点点水来量他的唇舌都得不到。他原本是最富有的，死后就变成最痛苦、最贫穷的人。我深信他生前一定没有想过，适当的生活所需都可以用钱来购买得到，但死后，世上的钱是没有用的，不但是钱，连世上的地位也没有用，因为生命是属于上帝在管理，无论是生前和死后，都是上帝在管理，没有上帝的同意，什么都别想要得到。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世的时候，看见有一些变化的时候，看这次的疫情，已经2-3年的时间里面，带来很大的一些改变，特别是在大陆武汉跟上海突然封城之后，你要吃的东西说不定都没有了，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一打仗之后，整个生活都被摧毁。所以我们死了之后，在世上我们所用的东西都还很方便，用钱。死了之后，变成怎么样？又不同的一个情况，不同的地方了。所以我们要警醒就像保罗所说的，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时候，若因为有了财富、权势，就不将上帝放在眼里，上帝会让这样的人持续的嚣张下去。罗马书，如果你注意看罗马书第1章里面，他用了3次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一个词，任凭。会看得清楚？任凭我想可以自己看好了罗马书第1章24、26、28节那个任凭任凭任凭表示上帝会让这狂傲的人继续做他想做的事情甚至你设计一些不好的东西上帝都知道，但是上帝绝对不会忘记这些人在世上做的一切事，一定会有算账的时候，而且会算得非常的清楚。希伯来书9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死了之后不是都没有什么事情的，死了之后好像很多事情，有审判你要到哪里去？你是永恒的生，永恒的死，在永恒里面这些都在上帝的奥秘里面那我们只能够从圣经里面知道这一些我们所知道的。第三点死后有审判。第3点，来，上帝的话会永远存在，而世上所有的都会很快的转变消失。这个财主确实累积了许多财富，但这些财富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帮助，相反的，却使他陷于极大的痛苦中。所谓的财富不单指的物质，也包括我们身上所拥有各样的技能、学识、能力等等，这些属于世人所珍贵的一切。有些人穷尽一生的力量追求这些看来是珍贵的东西，但要注意的，这些并不一定跟天上的永恒的生命有连接的关系，这是需要我们特别加以注意的。如果我们竭尽心力去追求这些与上帝的国度连接不起来的事物，到头来如同这比喻中的大财主一样，进到阴间那个痛苦的地方，甚至其实想跟家人联系，或祈求一点点凉水来凉一下唇舌都不可得，那就不值得了，不是吗？亚伯拉罕告诉这位正处于痛苦中的财主，他的弟兄在世上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去听，只要他们去听，就会
改变他们现在这种奢华宴乐的生活样式。但可惜的，他们并不这么想。他认为他的兄弟和他生前一样，并不觉得圣经、上帝的话语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盲点啊，很可惜啊。这也是他们宁愿努力赚取世上的财富，也不想参加安息日敬拜上帝的行列，否则不会天天过着奢华宴乐的生活，连敬拜上帝的安息日都忘记。我想起以赛亚书40章7、8节这里所讲的我来读草必干枯，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真的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世界一直在变，变得我们有很难去适应。但不论我们世界怎样的改变，请注意，上帝的话永远存在，也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看见生命的希望。第4点，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生命是永恒的，没有所谓的轮回。这个财主死了，下到阴间；拉撒路也死了，象征着快乐。永恒的生命的境界，亚伯拉罕怀抱中，他们都死了。注意，他们都死了，却没有消失，还在讲话，讨论生命的问题。耶稣的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基督教和其他民间宗教信仰、佛教的宗教看法大不相同。我们基督教是讲永生，不谈轮回。生命是一直线的往前走去，不会再回头。所以我们每个主日里面使徒信经最后，我信永生，最后一句话，我信永生，这是我们的信仰。没有像外面讲的轮回怎样，没有，就是一直线下去，死了还是继续下去，并没有消失，问题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死了就停止生命的活动的，没有。死后的生命是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我们看到财主到阴间去了，在那里非常痛苦，过着每天的生活。相反的，生前过得极其痛苦生活的乞丐拉撒路，死后到了充满快乐而没有忧虑痛苦的地方，享受着生命的喜悦，那就是到上帝关系非常密切的祖宗亚伯拉罕那边去，享受了天上无比的荣耀和快乐。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这是永恒的生，财主呢是永恒的死。这两者的分别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跟耶稣连结，就能达到永恒的生；和耶稣失去了连结，就会到永恒的死。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天壤之别。这也是保罗一再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有和好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要传福音？就是这样啊！你要让你最爱的亲人进入了永恒的死吗？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福音要广传，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的，不只是在世上寄居的日子而已。死了之后，那天上呢？那永恒的生，我们都在永恒的生里面。所以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罗马书3章23节，我来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就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不但赦免我们的罪，也让我们因为领受耶稣救赎的爱，而能够重新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了。另外，约翰福音3章16节，
我想这个都会背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没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信他的人都将进入永恒的生命中，这也是我们上帝给我们最美好的应许。永恒的生命。每一次丧礼到最后的时候，如果你跑完全程，比如说我们到了那个火化的时候，大概就回去了。如果你可以跟着到简骨，一直到安厝安葬的时候，到安葬的时候，我都会用启示录21章第4节我来读。上帝现在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一天都会到那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是好的无比的地方。所以，我们都会劝慰家属们特别当中有一些未信主的家属们，既然知道所亲爱的人是去世所流了眼泪，当然我们都不忍心不忍但是我们擦去眼泪，从现在起过好每一天生活，过好我们每一天在世寄居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跟主的连结，跟主的连结里面，当然我刚才提到读圣经，而且要将圣经的话在生活里面能够行出来。所以在这点里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了有时候看了很多圣经，但是行不出来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当努力的地方要将上帝的话能够靠着主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行出来不只是看知道而已，而是去行而行，这就是一个连结连结，才不会让我们去追求这世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而忘了主。期待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家再相会的，会的其实准备这篇讲章我最后我也想到我在刚开始在牧会的时候，当负责传道的时候，特别有接到了一位弟兄叫晨光弟兄，晨光老弟兄，他80岁，他没有信主，他要信主，所以透过邻居，也就是我们的一些弟兄那邻居来告诉我，那我去向他来传福音带领他来决志信主。他很特别的他80岁之前都不认识上帝，但是80岁之后，他愿意来相信我。问他你为什么要相信？他就是我就是要来相信，来认识主，他要来信主。好，就因为他这样的信心就把基要真理教导他，让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床上他没办法到教会，到床上为他做点水礼。3天后，他死了。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为他受洗3天后他就死掉，他已经安息。然后很特别的，在后面我做了一个异梦，有一天我要回到天家，好像第一个看到他的人就是晨光弟兄，他在欢迎我，欢迎回去。那时候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信而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确信，我们有一天会回到天家，我们还会再相会。盼望那样的一个异梦，让我未来如果神允许的话，可以写在祷告中的求主
给我这样的，也让人能够看见到基督教的福音，进而受洗，上帝的儿女。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献上感恩，带领在今天借着财主拉撒路的一个比喻里面，主你光照我们，看见到我们真是软弱，但我们有主你可以依靠，知道我们跟主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连结。我们所借着从圣经的话里面，我们一起来领受，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将主你的话能够活出来。特别保守带领，在主的爱里面学习我们彼此相爱。主啊，可能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软弱不可饶恕，但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光照我们，我愿意谦卑顺服在主你的旨意当中。求主恩待，也为着我们众弟兄姐妹当中，主啊，有受到攻击的，有受到误会的，有受到病痛软弱的，有遭受到意外的，主啊，你都知道。求主圣灵在当中，能赐下安慰的灵，医治的灵在当中，好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主，每一天我们靠主得着力量，得着恩典，赐福主你的教会，将龙光堂仰望在主你面前，赐福主，您保守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的敬拜，来荣耀主的名。所以我们真是要警醒，看见到那财主天天的这些宴乐的生活、奢侈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警醒到主啊，我们当能够遵守主你的话，一起来到教会，或者在线上，我们一起同心的敬拜，求主恩待赐福，求主圣灵引领，这样的祷告、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Amen。我们感谢蔡牧师用神的话来坚固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生命是永恒的，让我们不要追求短暂在世上的享受以及今生的骄傲。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在路加福音16章31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2次。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路加福音16章31节。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路加福音16章31节。接下来，我们用心灵242首诗歌《爱拯救我》来回应。平安平安我愿你，生命
看，耶稣完全恩典，不要以爱拯救你，脱离波涛危险。当必须听主名，他是海洋主宰，他是你永远救主，救你现在，来拯救我，来拯救我，让无灭法可救，来拯救我，来拯救我，来拯救我，让无灭法可救，来拯救我。感谢主。我们现在请大家预备心，恭敬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那因为现在疫情严重，所以我们是采取直播崇拜的主体，现场我们不收受奉献。如果弟兄姐妹有一般奉献或是感动特定以及11奉献，请利用周间交由办公室或是转账的方式来奉献。奉献转账奉献的时候，麻烦大家填写姓名，以利会计作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衷心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有的生命、工作、读书机会、家庭生活，都愿意以面前的金钱奉献作为献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愿你悦纳。求你同时又赐给我们教会有聪明智慧，去运用在你的事工上，叫教会得到造就，福音得以兴旺。主啊，我们一再需要你的赐福，多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和祈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用向主呈献歌来回应。我向主所称，都是主施的恩。凡我所求，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阿门。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问安。今天我们现场有2位新的朋友，是从召会来的朋友，一位是黄博平，一位是林文婷，2位，谢谢。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唱一次就好。在家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用这首歌来表达彼此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一起来拍手。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
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前行，因着耶稣不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谢谢耶稣，让我们成为一家人。感谢主，让我们成为一家人。接下来有以下的教会消息跟大家报告。今日是圣灵降临第2主日，也欢迎实体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祝福你，赐福给你。那因为疫情的影响，教会每周四的祷告会改成了全线上举行。那教会各小组还有成人主日学的活动，由小组自行决定是否改为线上或是维持实体。主日崇拜的部分，台语堂跟国语堂是以线上直播崇拜为主体，但是呢，我们跟现在这个状况是一样，仍然维持半开放的实体。请弟兄姐妹尽量以线上崇拜为主。如果参加实体崇拜，请保持社交距离，座位就座。那实施的时间是从5月22到6月27到月底。那后续我们再进行观察，是否延续线上或开放实体的聚会。也请为教会的防疫措施进行祷告。第三，因为线上直播崇拜的主体，所以刚刚我讲过，如果弟兄姐妹有一般的奉献，麻烦请用周间交由办公室或转账来奉献。第四，本堂的蔡牧师将在8月份开始预备新旧约圣经中览的课程。那新旧约圣经中览是红本门徒的预备课程，所以也欢迎预备上红本门徒课程和愿意复习新旧约概论的弟兄姐妹，踊跃的报名参加。第6点，教育执事通知，本教会的圣经大会考将在7月17号进行，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踊跃的报名，并且为本堂教育事工来祷告。第7，教会成人主日学本周日为最后的一堂课。7月份跟8月份暑假我们暂停，预计9月4号开始下半年度的成人主日学课程。在暑假期间，祝大家身心灵都健壮。制服艺人学院因为疫情的影响暂时停课。到月底之后，6月份观察之后，再做复课的活动。也请大家为我们这样子一个外展的事工活动顺利祷告。教会将于2022年的爱读经计划，请大家参照研经释义进度阅读。王上19章1到23到27节。也为我们会有灵修生命的增长来代祷。第10，我们教会有非常多的今年升学高中考试，也请大家关心祷告。这里有包括大学的正优、瑞恒、博仁，高中的寻生，还有如新、嘉惠、天怡、文流，近期的祷告来代祷。同时呢，卫理神学院研究院9月份将开新的释经学的课程，由蔡慧秋老师来主教，请关心，并且为本堂延伸神学院的教育来祷告。下一季的7到9月份的崇拜人员服事表，这个草稿已经po在各群组上面了，请所有的同工务必前往确认时间。
如果需要更改，请通知办公室来修改。求主喜悦我们愿做的心。然后呢，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因为近期的疫情严峻，也请弟兄姐妹注意自身的安全，并且为教会年长及年幼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为施打3到第3剂跟第4剂的会友，还有5到11岁的儿童施打疫苗，在施打中有平安，施打后身体有良好的抵抗力来祷告。以下有一些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包括德强弟兄脚踝骨折，周雄老师身体的治疗，美满姐妹头痛检查，还有林华、涂瑞玲姐妹脚伤的复原，蜀云、雅文、英兰的肩膀，艾琳术后的复原，还有黄秋姐妹、黄丸子姐妹、孙妈妈等等弟兄姐妹的身体疗养，还有刘世文弟兄的听力。同时，在现在目前这样子的一个酷热季节交替的时候，都有健康的身体来代祷。我们教会有另外做的外展事工，就是马来西亚的慕道友邱继忠弟兄将在这个月底完成直指治疗。也感谢荣光堂弟兄姐妹在这2个月的协助跟祷告，主的荣耀就此显现。求主让我们有更多的爱心，能够来关怀更多的弟兄姐妹。以上报告。3-1颂，请大家起立。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我们请蔡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也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施打疫苗后，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确诊的恢复之后，都能够大得帮助，身体更加的健康。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感谢主，我们等一下在殿乐中，请弟兄姐妹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事工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们，欢迎你来电，牧师会为祷告。订阅。大家坐下。
牧师，像这种就会侵权，这种用这种。